总统大选，各党的参选人即马拢在拼选举。民进党赖清德昨时去台北万甲青山宫参加示警活动，伊表示伊要学新明的精神，守护台湾，对抗中国武力的威胁。也若民众党郭文哲是去平湖造势，也若国民党侯友宜是透过影片回想1998年，伊和副手赵少康头一届合作，就是处理全台湾头一站公车劫持的事件。 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赖清德呼声叫参加台北万甲青山宫绕境活动，甲民众博感情。伊致辞时表示，青山宫传168年，香火正兴，被叫做万甲大伯伯青山王暗访绕境，加大龙帮保安宫，大潮宫出巡，大潮城写海城风祭典，并称台北市三大庙会活动，拢是国家保险文化资产，也为家己甲党内立委参选人邮票。台湾 关键的时刻，我嘛真希望会当学习咱民安尊荣的精神，和吴佩益委员甲民进党共同拍拼，咱来保护台湾的安全，来抵抗中国武力的威胁。3班相敬上。 去平湖河西天后宫拜拜，成为平湖竞赛。民众党郭文天登记参选了后，第一摆去离岛平湖吹票。除了去庙开讲，也设立竞选总部，以点出在地最后交通、长照甲医疗三大问题。佮表示，长照硬体应该由国家来设。其实医疗应该要整合来，我觉得那个医院太分散了。 整合起来会有比较才有办法维持那种比较高科技的医疗。那另外一个长照，你知道吗？其实当年前瞻计划，你知道，如果重来一遍，应该是这种该设的硬体应该国家来设立。 透过影像，国民党侯友宜甲副手赵少康，上去第一摆拄到是伫1998年共同处理全台第一件公车劫持事件。侯友宜表示，若是当选，会伫行政院层级推动国民心理健康计划，也会优化年轻族群心理健康支持方案。我们一直注重生理的变，忘了心理的变，不要把它当成你自己什么精神科、精神有问题。刚那个名称你不要去排斥，你就要记，你心理上有一些 过程的当中，你发现你烦躁不安啊，发现你有躁郁啊，发现你有什么状况，你就要寻求协助。侯友宜定也表示，今年行政院对15岁到30岁提供心理咨询服务，不过制度式一人补助3摆费用是无符合现况，每一个人所需要辅导情形无同。未来要伫各大专院校增加更较侪专业辅导人，也伫社区偏远地区提供充足的资源。记者综合报道。